國軍宜蘭近6個153旅呢，標出不同關卡，有一個有台灣、日本雙重國籍役男去做兵的時陣，所這連長刁難言語侮辱。這位阿兵哥就把這情形拋上網絡來討救兵。目前陸軍6軍團呢，已經把這個不同關卡的連長調離開這部移送法辦。國防部長郭立雄也講，這就是關卡出問題，要求主管就要加強宣導。按照時間，按照規定來操練，役男接受訓練，拍拼真濟合格步槍兵。驗過宜蘭金6級153旅，確實標出不同關卡。一個有台日雙重國籍的役男，按照國籍法規定去做兵，無順利，互連長坐擺佇公共場合用話侮辱罵伊。訓練過程也一直甲刁難，邊仔士兵也互發，連長也放話講，卡1985伊也唔驚，或者役男真驚，佇社群平台要求幫助。陸軍6軍團知影了後，隨甲連長調職移送法辦。這是很明顯的一個管教失序的一個作為，所以已經將這位連長馬上調離現職，之後會按照行程並行的原則來進行處理。不管他的血統是什麼，他的裡面是華裔或者什麼裔，我覺得就一視同仁。這幾年來，我們進行的改革，都希望不要因為個案，讓大家對於軍中的管理再一次喪失了信心。郭立雄講會繼續加強相關各級主管的領導，只不過2013年標出後中區案件了後，引起民眾關心軍中的不同關卡。國軍也進行一連串改革，也宣導官兵若拄到權益受損、關卡不同、彎曲，攏會使卡1985申訴專線，7天內底完成抽查，30天內底完成調查。1985的體制的確會有一些問題，比如說你打了1985之後。等於這件事就直接捅到國防部了，啊，捅到國防部之後，那這些長官被關切就覺得很麻煩嘛，啊，就頭痛嘛，是不是？那他們被弄得很不舒服之後呢，可能就會來找你麻煩。對於役男在網絡上講到連長不同關卡，臨時卡1985專線，羅德文認為講無拜都是軍方的宣導不足，也是役男驚講互清算，講國軍應該全部來檢討，讓官兵勇敢經由軍中的申訴機制得到協助。記者綜合報道。